来看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前主委谢晓生进前因为偏食的事件，伫今年初免职。今仔日监察院以13票全部通过，但却谢晓生以上天改法院审理。监察院嘛对原能会提出纠正，建议行政院赶紧来修性平三法。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前主委谢晓生，互人指控性骚扰女性员工，伫今年正月11免职。经过监察院调查了后，是以13-0全数通过的票数，但害谢晓生以上电改法院审理。谢前主委数次逾越合理跟必要性，靠女性同仁很近，甚至会碰到肩膀或者台阶等等，都会造成女性同仁感到压力、恶心或是不舒服。谢主委会盯视上下打量女性同仁，女同事请假要当面向她请假，男同事只要用 LINE 就可以。监察院表示，谢晓生阁会伫面试女性求职者的时，问星座、血型甲未来结婚生囝计划。但是因为谢晓生伫原能会，侪员工拢知影伊脾气真歹，所以拢无人敢反抗。我们认定他是有严重的职场霸凌，因为他在公开的场合数次而且长期的公开斥责部属、贬义部属，甚至自己情绪失控，造成同仁身心压力跟人格权的一个受损。监察院也讲，谢晓生伫3级警戒的期间，捌甲秘书用餐，违反防疫规定。监察院通过纠正原能会，也建议行政院赶紧修性平三法。另外，监察院讲，谢晓生是内阁内底头一个因为权势性骚扰离职的人。记者郭文定随台北报道。